清楚。那么今仔日透过这个镜头，咱也讲下讲伊个内涵是啥？为什么咱要用这尊？传统的佛家，你就佛像唔是这尊，咱的佛像是非常的庄严，甲咱普通佛教迄个佛像是正共款。但是咱用这尊，这是唔是咱选择的啊？唔是咱一贯都把它选择出来。离世间就宋朝以后一段时间，就拢用这尊代表。其实在每一摆若讲到这个课德，一贯到这三字，第一咱们就多说这个佛像，不再代表在。你就说，那用这个佛像来示现离世间，就是讲以后我的地主爱像我安尼来修，以后要做我的地主的人，你就爱像我安尼，像我安怎看我这尊像，你就知影我安怎修。你看释迦牟尼，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。头毛爱互遮叫修。爱苦修，爱无到三甲，大家佢拢看现现。爱怎样渐渐做，爱修行，爱开悟，咱每个人唔是啊，无头毛，笑，你看伊遐衫是毋是无钱，通买去买海报丢水去？你洗衫袋连丢水也穿袂落安尼，唔是丢水的啦，这真佛像头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。咱伫现代这个社会，你修行同款爱无烦恼，爱修到什么程度？爱修到无烦恼。这古早人讲这头毛这三千烦恼丝啦。伊讲你看我无烦恼，你甲看。你要做我的地主，哪会使烦恼？安得无？各位安知无？安尼我看请因遮主事的人去请着剃头师傅来，等下拢爱剃头。我讲足奇怪，你知影吼？足奇怪吼，咱释迦牟尼佛像无剃头，你知无？无剃分的，因为地主拢剃头，咱每个祖师无头毛，咱是个地主拢老海干啊，你们个拢识到个点头干，足奇怪。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，佛像就互咱开悟嘛，对不？所以希望讲咱知影，过来，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，交杯煮食。过去一世人实在无30个人啦，实在无30个朋友。过去是砖头一世人也无出这个砖头实在无30个朋友。今仔一个月交新朋友交30-40个，一世人实在过千个这个人数。你看，你们这样，咱必须甲人讲话嘛，一定爱笑。伊讲你要修道，要出门，要甲人聚集，爱笑，爱满面笑容。人要无烦恼，要有笑容安怎？爱心胸坦白。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。心胸坦白还佫无够，你知无？爱去安怎？爱去度量广大。伊讲你看我倒拢看会到，这佫度佫找，心胸大，坦白，度量大。度量大爱去安怎？爱佫会晓用。有敲卡无？你看有敲卡无？有啦，那也没有，敲起卡架那也没有，这个连敲起卡架都没有。一卡敲卡，一卡团队，这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天也爱修，人也爱用啦，唔通个无用啦。你有注意无？这敲卡爱换佛珠，佫摕布袋，你有看到无？摕佛珠什么意思？换布袋什么意思？天爱修，钱也爱赚嘛。你听啊，你知无？咱一贯道的地主，咱嘛家己赚，家己食，家己做，先讲了，员工食家己占有利哦。所以伫这个社会，一贯道之所以肯定，就是咱拢牺牲奉献啦。这大社会咱会当直接讲，咱有钱家己食饭家己，去做别人的工课啊。去到处工课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你来看讲，伫这个咱的弥勒佛的佛像，安尼一路来，互咱感觉到是啥？无烦恼。真笑容，心灵坦白，度量广大，人感觉真严，不过刀嘛要收，钱嘛要赚，对不？就是甲咱现实这个咱做业地主，拢相像就对啦，完全相反，这也叫天人合一。你就做出来人世间实现，就是一个对科技对社会无改变，同款就这个社会伫咧走动，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，你安怎做拢无要紧，但是你都爱修。你才会当超生了事，所以咱足侪企业家嘛，
大家嘛，这大家拢知影，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点传师，伊拢大家拢捌，也都足多念不完啦。这是较代表性，企业家越南陆更是的董事长，姚武年姚董事长嘛是咱的点传师啊，这种大企业啊，因哪会出牺牲奉献，就是伊对贯道的内涵有了解，所以各位做出来。就王师尊，咱讲或者老师，有留一菩萨，这是天的部分。天的部分则交互人，交互咱师尊师母。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，咱讲咱咧拜拜，咱会拜遐济，咱有拜阴阳上帝，有拜咱的王师尊留一菩萨，有拜咱的师尊师母，有拜咱的祖辈祖先，这就是一贯道啊，对天、对人、对祖先尊敬的所在。那么安尼，咱按照天转互人。所以咱的师尊师母来传道，师尊师母一个人袂当传全世界，只好真人来代表来传道，互咱的点传师来代表来传道，这是天人合一啊，天人合一。那么按这天人合一的理想，为武太极武太皇三极一贯的理念外，对人来这人世间修办道，来这人世间磨练，来这是人世间得到了，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，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，安尼登去无极理天，或者三极一贯。这也是人世间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化的时间。但是各位，咱今仔啦，真正有法度，甲你的祖师的心法贴下的话，那么咱也无烦恼啊，逐工笑，心情也堪着啊，道理也足大，还佫趁有钱，还佫有修行。你看这人世间怎着都去倒位超生了死，我看大家拢大袂歹哦，敢是安尼？对无？这人世间有亲像咱每个祖师这个非常的理想，我看大家拢大袂歹啦。所以各位，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，是咱一贯道办道最大的内涵就对。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。那么，介绍这一贯道人生甲内涵以外，就要甲咱报告的事情。就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，伊的组织运作是公开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咱传授三宝的心法。也佫是咱也佫是集团，所以有看到咱这个录影带的前员代表，有咱该做讲座的这个前员，你的亲戚朋友，但是你家己，那也未受过道，也未过来这道场参加咱个活动的人，应该多鼓励伊来求道，多鼓励伊来进道，多鼓励伊来第三宝来理解，讲。这个一贯道伊传发的内涵是安怎？因为这个规矩，这个法规，这个天律，这也袂当无讲即阵在电视甲你讲的。你看甲电视讲的，你会成道无？如果在电视看到第三宝哪有效，安尼看电视哪咧煮食无？副皮面哪咧煮菜我看咱怎会来买食呀？所以伫电视看到的，都是录影带看到的传道的方式，就是即个三宝甲你讲，你若无得到老师、师尊、师母心法的传授，安尼共款无效，就等于讲伫电视看到炒菜就这样共款。所以希望讲咱透过这个介绍，互咱大家理解讲一贯道是啥物货。如果你要了解一贯道，你应该来求道。有你的亲戚朋友来咧鼓励讲某人我带你来拜拜。你就甲问讲你拜啥？伊若讲就一贯道，就第三宝，你半年半工课当的，你就要参与去啦。因为这是一个机会，这是一个超生了死的机会，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，这是一个成仙成为天公了愿的机会。千万唔通去丢毒犹豫不管，这失去了真大的机会。所以伊传道三宝心法，就是得到观觉力，观觉力甲你指点有真侪好处啊。拄则就讲讲为内在心灵的解脱，只要你知道道了，你会足侪执着，你足侪物件，你足侪想法，你拢会袂固执，会放弃。这放弃，佫毋是讲放弃事业家庭，佫对家庭会佫较照顾，事业会佫较认真，毋过你心理就真健全。
这就是一贯道传法的过程，互咱得到三宝的好处。各位，咱人若要跋落楼梯啊，上要紧的爱有啥？爱有啥？咱人若安尼楼梯出落上要紧的，你会去啥？或者体质啊，对不？体质就讲，哎呦，摸一个什么物件，啊你摸会掉吼，哎呦，刚才无刮了。啊，咱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什么体质？我请问咱各位。其实就是讲出代志，赶紧来找人来帮忙；出代志，赶紧来找人安怎？各位拢袂赴啊！平常时若唔烧香，临时抱卡，拢无效。临时若无甲人交陪，讲你做啥物工课，我看也无法度。所以就道伊就是亲像讲咱人生的方向内底有一个清楚，伫咱人生方向的一个指标，伫咱心灵解脱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关决定了指明着咱灵魂的基础，指明咱修道的方针，指明咱皈依佛，咱每个佛的宗旨。伫咱传法内底有传五字真经，这五字真经啊是非常非常的伟大，所以若有这道讲到头就知影，无这道想到头壳大就嘛唔知。哦，你若无爱信，我写互恁看下。这字你知无？较大声诶！这字你知无？啊，这字啊，这两字你知无？大家字。啊，这个无字真经啊，所以一贯道传就是传无字真经啊。啊，是毋是有理无理？你来求道才会知。你无来求，即世人唔知。我无骗你。啊！你若无来求道，即世人你了解这五字哦，日本来讲马达啦，有较学淡薄啦。但是你若有求道，这五字绝对知，80%知。啊，这五字是啥物意思？足简单啊，足简单。咱中国人吼，你讲上大的大，你知无？上大的皇帝，啊皇帝因老爸安怎讲？或者太上皇嘛，啊皇帝因老母话做啥？太后嘛，啊皇帝因囝做啥？太子嘛，对无？啊所以你甲这五字甲斗起来，安尼来读或者无上伟大的佛能力，无上伟大的能力。但是这个传法过程内底啊，咱来知影讲，这个心法，咱就这个代志归依处，咱会当从此归依能力佛。哦，无经过咱伫佛堂发心发愿，安咱就会当安怎？咱就会当得到祖师的业受解脱，或者将来超生了事。啊，在世呢，会当度人来求道，甲你就会结缘，或者功德无量。像讲你今仔日来求道了，啊，你转去赶紧带你的朋友亲戚，你甲这个好处讲互伊听，啊，带来甲咱的每个祖师结缘，安尼嘛是功德无量。第三，透过咱的讲话组织，透过咱对政府咱的认同。